獨遊福岡 Day 2。朝早先喺酒店食早餐，有好多款唔同嘅麵包，仲有咖啡果汁，亦都有焗爐俾我哋焗熱一啲麵包。第二日一早就出發去覓島。今次我會選擇乘搭昭和巴士二見蒲線前往覓島，先從博多站西口上電梯前往巴士站。只要沿住指示走，我哋就可以上到去電梯3樓。去到32月台就可以乘搭昭和巴士二見蒲線。車程大約80分鐘，要留意返個時刻表。巴士上面左邊同右邊嘅位置都可以見到海景，可以選擇喺二見蒲夫妻岩前或者覓島茶房落車。沿途會經過覓島海鮮堂，再行前少少就會見到鷹井二見蒲夫妻岩㗎喇。落樓梯就會到達鷹井二見蒲夫妻岩。佢係一個白色海中心嘅大鳥居，喺鳥居對面會有一嚿好大嘅巨岩，就好似一對夫婦互相依偎嘅造型咁樣，所以就被稱為夫妻岩。雖然呢度都係一個打卡景點，但係附近嘅沙灘都冇乜人，非常之舒服。而且呢度更獲選為日本海灘8選之一。之後我哋返覓島海鮮堂食午餐。如果想坐海景嘅位置，就需要更多時間等候。沿途都有好多打卡嘅位置，但係要小心安全。
邊嘅景色都好靚，係睇日落嘅好地方。再走過一啲呢，就會見到另一個沙灘，會有隨意門、抽籤嘅等等打卡位置。其實覓島真係好大，如果你係自駕遊或者有更多時間，其實可以去更多嘅地方。之後我哋會搭返兆和巴士返返去博多車站，會喺 JR 博多城嗰度行街。行完街之後就去買手信。不過發覺好多鋪頭嘅手信都已經賣晒啦。島本明太子醬都好出名，不過要係即日搭飛機返去先可以買。最後喺車站買咗個明太子飯返酒店食。